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修着敬的道路。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请起立。 咱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 阿门。多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 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是都要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读启应文第8篇，嘛是诗篇23篇。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 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 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
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的主上帝，阮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阮满心感谢你。72年来，你的恩典临到人门教会，对吴牧师、张牧师、黄牧师、四牧师，你兴起一代搁一代尽忠听主听人的良牧，因用上帝的真理培养信徒的信仰，用听基督的心来听教会，用生命的热诚坚固上帝的工。你嘛兴起一代一代，阮的长辈、阮的长级，因听上帝、爱教会，嘛听牧师，搁欢喜甲牧师做工。伫这72年间，因写落真侪水的信仰的故事，嘛真侪美好的事工。阮每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受到培养，得到信仰，嘛你也受到你的恩典甲祝福。阮先辈的脚迹，嘛写出一部属伫教会，嘛属伫每一个信徒信仰的篇章。即马阮来军队，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2025年8月开始，阮所敬听的大牧师，因为圣神的带领，通过会友的拣选，就任人门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嘛要为人门教会信仰的篇章展开伊新的一页。阮即时，阮为大牧师、牧师娘来祈祷，来到新的服侍的团队，进入无共款服侍的环境，面对爱紧紧熟悉所有的会友，主阮恳求你，互因肩胛头的担是轻的。阮恳求上帝的手坚固因的手所做的工，阮恳求圣神引带因的丰裕，阁有中级同工，甲因分担重担，嘛有每一个听主、听上帝的会友，伫每一天的祈祷内底来为因恳求。阮嘛感谢你，阮今仔日阮的主题有幼稚园要升去小学，嘛有小学要升去国中，中学要进入大学，就是看过因的脚步。伫新的教育的历程内底，帮助伊伫新的年级会当有新的成长。阮这个世代嘛充满挑战，阮知影人需要明白耶稣，社会嘛需要耶稣，阮的社区需要人门教会。求主，互阮学习阮信仰的前辈，伫阮有限的生命内底，把阮的时间会当将阮的恩典。所恩赐会当奉献予你，来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来听人，会当传福音。伫大牧师的领导下骹，阮会当写落来另外一篇属伫阮家己，嘛属伫人门教会新的诗篇。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下落要来请献歌队，因为今日诗是祝福出家。
真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服侍，真水的诗歌。咱三个来读圣经，今仔圣经是记载伫箴言第9篇8节到12节。箴言第9篇第8节到第12节。唔通责备武慢的人，行了伊怨恨你，就责备智慧的人，伊要听你。假是智慧的人，伊就一发有智慧；只是愚人，伊就加添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对我，你的日子要较侪，你的年岁也愈要加添。你若做智慧，就是为着本身做智慧；你若武慢，就是家己担当。咱今仔日的讲道题目我念看卖吼，是才高地深敬上楼。咱今仔日讲道的讲完，咱兄弟拢期待足久吼。我想咱这是咱第一摆哦，普声欢迎南门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杜忠信来讲道。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在日期中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你真有欢喜快乐无？咱的上帝所定的日子，咱做的这三个敬拜上帝有好无？好哈！来，咱头前后边兄弟姊妹，你大声甲讲，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看到咱大家真好。今仔日有袂少兄弟姊妹看到我，就一直甲我拍招呼，讲牧师，遮侪人甲你拍招呼，你会做无用的吼。嘿，你就是一个互我做无用的其中一个。真多谢各位兄弟姊妹对我甲牧师娘的疼痛甲接纳。今仔日咱咧讲咱中间有一个听讲台语文足厉害的志伦老师。志伦老师，这句安怎讲？在哥地亲敬上楼啦吼，莫怪是做老师的有厉害吼。等下有2句要甲你考哦。在哥地亲搁上楼啦吼，这2句咧。袂歹吼，大家拢想要读看卖一个，所以恁那咧读我拢听无志伦老师你咧讲啥，袂晓吼。好啦，毋是故意要甲恁考试，是因为吼，正港中国有一寡诗词，咱若用台语闽南语来读，足有感觉的。但是这2句话我哪读读到尾啊吼，我嘛只好邀请咱大家用华语来读一遍啦。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意思咧讲，就是讲有少年的诗人想要做一首，互人感觉对生命最有深度的诗。问题就是讲，少年人有可能伊生命历练无遐尼多。所以真正要作大心来写出迄款描写咱生命的过程的一寡诗，无简单。所以伊来找方法，找什么方法？要甲高赞楼起哩，看较远的风景，互这风景来启发家己的灵感，看安尼会当写出较好的诗无？所以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是我相信，伫咱中间可能有一寡士大人无需要安尼做，因为咱的人生的历练非常多。对于过去，不管是咧食头路，还是咧换一个家，伊甲甚至较近，有可能咱身躯规身躯无共款所在会变痛，拢互咱深深体会到人的一生真丰富，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咱拄咧讲的，才高之身更上楼。
伊咧甲咱解说，就是咧讲，咱的能力若是悬，咱的知识若是好，会帮助咱的人生更加上一层楼。但是，这个智慧、这个才能要安怎来？而且，我要用我过去伫家己广南教会的一个例，而且甲咱做伙分享。过去的3年，家己广南教会甲咱的厝边、咱的隔壁有一个永和圣教会，有真密切的同工。所以，阮连续伫寒假拢会先来办一个青年的、青少年的建造营。而这个建造营每一遍就是4天，所以这4天的中间有专讲，有无共款的团体活动，有真侪无共款的小组的分享。这个建造营其实不只是要建造咱这青少年尔，也有一个足重要的共同的目标，就是伫暑假，阮会有一个联合的底选队。比如讲，伫7月份，今年7月份的第1礼拜，永和圣教会甲古南教会，阮这兄弟姊妹来有一个自然科学的儿童营。第2礼拜，因随梦先回去。伫古南教会，也有家己的暑期的快乐营。第3礼拜，阮就甲永和圣教会组一个联合短宣队、短宣队去甲花莲这个所在，伫遐甲爱妻儿以及爱妻儿家庭，伫遐3个做伙1礼拜久。透过这个建造营，我有看去，只要伫这几年中间投入伫恁内面。受建造作为同工这青少年，国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这几年安尼看落来，因有真大、真明显的成长。而且咱所看到的受建造上课，恁看这张相片，恁会感觉因足快乐无？有吼，因为伫遮大家看到共同的目标，会当去找到共同意志。的朋友啊，但是这张相片我毋知你会感觉看起来怪怪无？你有看到一个什么所在怪怪？平平咧翕团体照，有一个青年，伊就是背对相机。这个青年互我足钦佩，因为这个青年由伊福音的负担，伊用伊的青春，用伊的性命做代价。去甲你担任一个互军事掌权政府的国家，伫遐咧做宣教，伫遐要传道理，毋是遐尼简单。所以当阮咧翕相的时阵，伊必须要背对翕相机的原因，就是因为惊讲，咱这个 FB、IG 找侪无共款的网络，这个相片也出去，万一去互当地政府看到，有可能会对伊有一寡较不利的代志。所以当阮做咧翕相的时阵，伊只要背对。相机，互伊的背影，甲阮做伙留影做纪念。而这个青年的建造营，去年有一个主题叫做“看见咱的软弱”，看见咱的软弱。是安讲看见咱的软弱，包括咱个人的，包括咱团体。但是这毋是一个建造营吗？这毋是要帮助这青少年成长的建造营吗？是安那要讨论、要分享、要看起的是咱家己的软弱，是安那，毋是建造营4天尔，好不容易大家做伙开始上课、开始操练，毋是应该安尼吗？是安那要对咱家己的软弱开始看起，是安那要对咱团体的软弱开始来看起。第1年的课程是面对家己的软弱，专讲结束了后，就分足侪小组出去，大家伫遐分享讨论。无想到讲，即个小组有可能人讲甲家己有感觉，伫遐流目屎。即个小组有人伫遐讨论到尾啊，嘛有伊的感觉，伫遐咧哭。即个囡仔。这个青少年毋是应该真欢喜快乐吗？这个囡仔毋是应该真幸福吗？你只要看到这个囡仔所咧用的手每一支拢是手机啊，
过去我咧教册的时阵，有一个感慨，学生用的手机啊，哪像比阮即阵老师用的更较好呢？即个囡仔伫校的教育讲的拢是讲人本，讲的拢是讲爱的教育，袂亲像阮较早咧读册的时阵，我毋知恁有教我的共款的感觉无、感受无？当我读国中的时阵，对早自习开始有可能就开始考试，所以每一工哦，每一工考2、3科、考3、4科，迄拢足正常的。遮济科一直考，就是要变阮读册嘛。啊，读册考试，遮个老师拢讲好哦，每一科就是90分做基本，你也好哪甲考一个70分试看卖，迄藤条就摔落去啊！考70分比90分减20分，所以安尼叠20个。所以物理你用叠20个，你毋免偷笑。后一节课化学老师来啊，哇，考80分，我会叠10个。下晡历史老师来啊，考85分，搁叠5个。所以我国中感受到就是强要互对透早叠到下晡，叠到放学。我想有人伫遮可能听无我讲的意思，因为恁功课太好诶。若是安尼比起来，即个囡仔毋是加足幸福吗？既然即个囡仔加足幸福，是安怎？伫遐咧分享家己诶软弱诶时阵，只下咧流目屎，遐下咧哭。我相信，当大家关系好，互相彼此会当信任诶时阵，心内话就讲出来啊，心内压力就透放出来啊。其实就是咧讲，每一个世代，甚至莫讲每一个世代，包括咱家己，你每一个坎站的时阵，咱拢有机会去面对着无共款的困难，无共款的困境。所以当遮青少年囡仔有可能拄着对父母来压力，对着学校来压力，对着真侪有可能青少年时期因的情绪无稳定即款的状况的时阵，因毋知影要安怎透放因心内压力。平常时伫学校可能甲同学做伙耍、做伙拍球无问题，倒来甲厝里有可能父母工作真无闲，只是问讲今仔过了好无？好。所以无迄款的真正的机会，伫遐会当去好好啊讲出因所面对着的困境。所以当迄个下暗，互因安尼分小组出去担家己的软弱的时阵，迄款的压力一头放，四界拢有人咧哭。但是这咱得通了解，每一个世代咱所面对的问题无同，压力无同，困境无同。但是就是因为即款的无同，圣经甲咱讲毋通停止聚会，就是因为咱透过咱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做伙的帮赞祝福，互咱会当做伙行更较远的路啊。所以伫遮，咱做伙伫遮服侍也好，操练也好，嘛是为着咱家己要找出方法。来面对咱伫外口所拄着压力，所以就亲像这青少年建造营，即几年安尼落来，只要伫遐每一年拢来，每一日拢投入伫遐的时阵，看会到这青少年的成长非常明显。所以我嘛相信，当咱的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嬷，你也鼓励你的囝儿孙会当来甲教会，不只是来甲教会上这主日学就走，不只是来遮参加一个团契就走。会当有机会，大家做伙服侍，做伙打工，做伙受操练。我相信因的才能会哪来哪强，因的智慧嘛会哪来哪加添。所以当咱在拄咧讲，要登高，搁甲一层楼，看较远的风景来强说愁，无需要。咱若有人有机会会当去我甲牧师娘的脸书去看卖一个，新的事物一直来，新的事一直咧发生，想要铺新的事工都已经铺袂了，铺袂赴啊，无迄个时间再去强说愁了。但是我嘛相信，当咱安尼做，当咱咧拍拼，咱咧贡献，咱伫教会伫团契内面，咱彼此关心、互相帮助的时阵。运用咱教会团契的生活，会当互咱的日子更较精彩、更较有意义。就亲像讲，这2、3年安尼落来了后，这青少年，古来青少年
拢知影讲吼，永和性教会啊，青少年发生什么代志，什么人交男朋友，什么人交女朋友，因拢知。颠倒是因的牧师走来甲我问讲，啊，真是什么状况？我甲讲，我嘛毋知。当这青少年做伙受建造，所以伫遐造就的时阵，因真正发现因有共同心智、共同目标的朋友的时阵，因就会做伙行落去。所以因为因家己的赖群组是袂互咱4大人带内面的，因为因的赖群组袂互牧师甲牧师娘参加伫内面，因为因有家己心里话要说。但是安尼有好无？好啊，好啊！甚至捌有人出什么款的状况，就有另外人走来甲牧师娘讲：谁发生了什么事？牧师娘，你能不能去关心他？也就是讲，这款发现因家己的问题，是因这个群体来甲咱讲，咱才知。所以彼此伫遐，大家斗阵、受造就、服侍。其实，迄嘛是帮助咱家己。所以，咱若讲咱家己厝里的囡仔、孙仔，鼓励因来教会，我相信透过教会真侪无共款的活动，建造因的能力。这个能力对因去到学校，以后去到公司出社会服务的时阵，一定拢有好的帮助啦。也就是讲，咱来当三个斗阵做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咱会当更上一层楼，而且是我们一起更上一层楼啊！伫今仔日的经文有2、3节，咱做伙来用台语读一遍。毋通责备无万人，行了伊万分里，就责备智慧的人，伊要听你。假是智慧的人，伊就一发有智慧；只是义人。伊就加添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个成的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个圣者就是聪明。我想这个经文应该咱真熟，但是敬畏，我相信咱拢知影，敬畏无可能只是嘴咧讲。明捌嘛，毋是只有咱头壳想想的安尼就好。伫迄篇原文内面讲的敬畏有包括敬兄、尊敬、敬虔，也就是讲，当我们敬畏上帝、敬畏我们的父上帝的时候，咱需要带着敬兄的态度，咱爱非常的尊敬，咱爱敬虔啊。咱若是会当带着这款的态度亲近咱的爸上帝。我相信，咱一定嘛会有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当咱谦卑，当咱顺服，当上帝的话教是咱安怎去做的时阵，咱安尼行，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才能，就要赏赐予咱啦。同款，这个人物伫希伯来原文有意思，就是运用咱的洞察力、辨识能力、理解能力。有看到无？运用这2个字，咱爱运用咱的洞察力、观察力，来看上帝的话，来看这个世界啊。就亲像上帝的话甲咱讲，毋通学这个世界，就爱来了解、来发现上帝伊宣传良善的旨意啊。所以当咱会当安尼做。属天的才能、属天的智慧，上帝敢袂赏赐予咱吗？一定会嘛。所以当咱常常读圣经，透过观察主耶稣的模样，这拢会带领，互咱更加明白咱的爸上帝啊。所以当过去有人的问题，就是讲，咱也无法度看到上帝、望到上帝，咱要哪相信上帝是有存在的？这个问题问了真好，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毋是只是咱1句话、2句话有法度来解释。就亲像讲，有人安尼讲，咱要安怎明白上帝上好的方式，就是看咱安怎做。咱要安怎明白上帝上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看咱安怎做，看咱教会安怎做。
所以过去这2、3年来，家己国南教会、甲永和圣教会，当这囡仔愿意一年搁一年来参加，当因的父母愿意支持因的囡仔一遍搁一遍来参加，我相信这囡仔是有智慧的，这父母嘛是有智慧的。就亲像今仔日咱是升级礼拜，升级礼拜，当咱的父母愿意将咱的囡仔带来教会，带来礼拜堂，带来爬上帝面头前的时阵，咱拢是有智慧的。透过你这的团契生活，透过这操练，我相信因的才能会哪来哪加天啊！所以，当咱愿意相信爬上帝，咱的心应该就会充满着对上帝的敬畏，充满着咱倚靠、交托互主这款的心意啊！我毋知影讲，当咱咧读出埃及记的时阵，就讲到以色列人来到西奈旷野，日时有云彩会跳、云条咧带因头前的路，暗时有火条咧照因的光。咱有法度去想象着迄无？有圣经学者咧研究讲，一群人上无有100外人，100外万人。有学者讲无，算的绝对有200外万人。但是我感觉偌济人毋是重点，偌济人毋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情景，咱有法度想无？咱我咧想讲，如果这群以色列人，咱甲换做是咱南门的兄弟姊妹，这群以色列人，咱也是甲换做咱南门的兄弟姊妹。当上帝云条往头前行的时阵，咱要对无？当暗暝的时，上帝的光条咧照的时阵，咱要互上帝的光照无？第一堂礼拜，我咧开玩笑，甲咱第一堂的兄弟姊妹讲，有当时啊，咱的牧者也好，咱的团契会长也好，咱的长职也好，会感觉孤单，就是因为讲，当咱看见讲好，有一个事工会当帮助人，帮助咱这个社区，咱做伙来做。咱的兄弟姊妹拢会感觉讲，哦，真好真好。但是等牧师冲出去做，咱的长职冲出去做，咱的团契会长冲出去做了后，回头一看，啊，咱的兄弟姊妹呢？啊，我后壁哪会拢无人？原来咱兄弟姊妹咧拍包袱好真好去做的时阵，伊的意思是讲，牧师你去做，长职你去做，团契会长你去做。所以我毋知影讲，像咱的团契的干部，咱遮同工，敢会感觉讲，有当时咧哭咱遮的会友，哭咱遮的亲友来聚会来送啥，哭甲足忝的呢。有当时有敲就来，无敲电话都无来。所以，甲阵今仔日是换咱南门教会咱兄弟姊妹，咱做伙伫西奈旷野的时阵，上帝叫咱着行，咱有要做伙行无？上帝叫咱停，咱有要做伙停无？圣经的记载是讲，当云条起行的时阵，以色列人全部就做伙行。这个全部做伙行，毋是你一个行，我行我的，你行你的。这个全部做伙行，毋是摩西行伊的，阿伦行伊的，是咱全部军队主耶稣，军队咱的爸上帝来行。咱通看去每一个世代。上帝拢伫无共款的地区兴起一群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世代，无共款的地区，上帝常常嘛会兴起一寡教会。迄个世代会兴起，遐个教会会兴起，绝对不只是靠其中几个同工尔，一定是全教会这兄弟姊妹大部分的人，拢愿意接受、领受对上帝来的旨意。领受对上帝来呼召，咱做伙行。有当时啊，过去的回忆真水，过去的荣耀真好，过去的回忆、过去的荣耀，咱留伫咱的心。因为我相信，遐荣耀、遐个记忆，是建造咱成做今仔日的咱。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咱的爸上帝是做新的事的上帝，咱毋通只有回忆。在过去，咱毋通只有安那甲讲嘛讲过去，就亲像有一个广告词讲了真，查甫人毋通只有剩，所以咱嘛毋通只有剩回忆甲一支喙啊。
啊无，即个世代咧胖咧转非常紧，即个胖咧转紧甲有当时啊，我的后生咧甲我讲一寡代志，我听无呢，我听无呢。莫讲我的后生咧讲啥物代志话，我听无。前几工匡瑞执事咧赖互我一个物件，就是咱的敬拜团的行事率吼，真拢放伫云端，所以爱用一个网站入去看。匡瑞就真好，伊从这个网站互我就甲点入去，点入去了后，伊甲我讲，我的手机的程式无法度看，所以抑阁爱下载一个更较新的程式。好，下载就下载嘛。当我要去下载迄个更较新的程式的时阵，伊甲我讲：“你的手机啊，伤旧。”我一世人活到这个年纪，像拄仔讲的，过去阮若咧学校看到学生用的手机，拢比阮较好呢。咱是感觉讲会卡一就好啊，会当滑就好啊呢。好不容易前2-3年，我甲慈云师母，阮鼓起勇气，好啦，啊无迄个苹果手机啊，甲买落去。人拢讲做好诶，咱嘛爱用看卖一个。所以我想讲，咧甲匡瑞执事咧讲诶时阵，到遮来，我也是苹果呢，苹果呢。所以匡瑞做一个回答就是：牧师敢有要换手机啊无？所以咱即个世代转速非常紧，一支手机啊买2-3年尔，足少咧甲用，就想讲足少咧甲用，看当加用几年啊无？结果甲你讲软体无效啊，无法度下载啊。无怪苹果电脑要趁钱，所以咧，阮影仔，这个世代的转速非常紧，非常紧。但是感谢上帝。咱平平会当坐伫遮敬拜上帝，咱会当平平坐伫遮。我感觉咱教会真好，就是每一个年龄层，甚至因为无共款的事奉，咱就有无共款的团契。遮个无共款的团契，咱毋通只是讲啊，礼拜日时间到，咱来做礼拜；礼拜日时间到，咱就离开，安尼足可笑的，足可笑的。因为只要咱会当三甲伫遮敬拜上帝。咱会当三甲日无共款的团契聚会，咱会当伫一寡无共款的事工，的小组也好，部门也好，伫遐做伙服侍。我绝对相信，透过这服侍，透过这历练，透过这操练，上帝属天的智慧甲才能，会源源不断加给我们的。所以当今仔日伫遮正式甲大家见面的时阵，这是昨会知影，忽然间走出来的5个字，袂使讲5个字啦。第一是目标，第二是竞争，第三是学习，第四是操练，第5是服侍。这是昨会知影，我伫办公室，思安甲我讲，牧师你也无爱人吵吼，啊无恁门甲关起来，啊迄个窗帘甲扣落来。我讲真诶，真诶，啊无吼，写一个讲道片，啊着，牧师你好，写一个讲道片，啊牧师才分你写，我讲道片根本写袂落，是安那你知无？兄弟姊妹来甲我看，我足欢喜诶，但是欢喜了了，啊，逐段讲道片是想甲倒去，咱会袂记啊。但是当透早找出目标、竞争、学习、操练、服侍的时阵，我相信，这不只是上帝咧甲我提醒。这不只是上帝咧甲我提醒，检查上帝嘛，毋望咱人生也要更加丰富，咱的教会甲要更加精彩。若是安尼目标、竞争、学习、操练、服侍，有可能是咱需要做伙来做的，因为伊要帮助咱的生命更上一层楼啊！阿妹嘛，做伙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愿你帮助阮会当紧紧来跟对你，愿你赏赐阮智慧甲聪明，互阮嘛知影，阮着跟对主耶稣的脚迹来行。恳求你帮助，互众人会当因为看见南门教会来坚固徛在，嘛互众人因为看见阮，就来看见你的荣光。这是阮的祈祷，这是阮的恳求。安尼祈祷拢上讨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才高地亲敬上楼，佮多谢牧师的勉励。啊，咱来吟圣诗，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请坐，今日是咱一年真特别的升旗典礼吼。咱教会每一年为着主日学要升幼稚班要升1年，啊，甲国小小要升国中吼，咱会办一个升级式。咱即马请咱幼稚班要升小学小朋友来到咱头前吼，啊有拢总有5位吼。咱先起来，我再一个介绍吼。咱头前有5位小朋友吼，啊，对我伫我正手边吼，这位是林凯恩，举手一下。好，林凯恩爸爸是林博华，妈妈是陈怡如，阿公是咱进攻名友队友，阿嬷是咱谢老师谢立荣老师，阿祖嘛伫遮吼，阿祖是咱安阿姐。啊，第2位吼，第2位是林渊敏吼，林渊敏妈妈是陈嘉恩，阿公是举手，渊敏举手一下吼，啊陈胜玉。阿嬷是徐秀凤，嘛伫咱后伫遮吼，真恭喜哦。第三位是翁云志，翁云志举手。翁云志爸爸是翁茂开，妈妈是林君玉，阿嬷是施明礼吼，伫咱埋中间。阿公是林黄基，今仔阿姑嘛有来吼。过来是第4位是陈恩妍，陈恩妍爸爸是陈立恩。妈妈是周丽安，啊，上正手边这位吼是蔡云熙，举手。蔡云熙爸爸是蔡月成，妈妈是赖丽安，阿公是罗红薯长老，
阿嬷是亚金长老娘吼，啊因今仔日要来表现因伫幼稚班所学的一个成果，咱以下时间互因直打顶。真多谢因吼，咱囡仔细汉的时吼，还袂上上小学，咱爱教因两项代志，一个是会当对上帝祈祷，啊一项是耶稣听你。我想这两项因伫主流拢学着吼，咱真感谢因，嘛感谢主流老师，今仔日因要进入新的学习。啊，接下咱要请国小升国中吼陈敏恩同学来发表伊的升级感言。大家平安，我是陈美恩，国中1年，爸爸妈妈拢叫我蛇蛇，因为我小蛇。这是我的阿公尤约瑟长老。这是我的阿嬷吴美英长老，这是我的阿母尤家琪，这是我的阿爸陈基正，这是我的阿姊陈泽温，这是我的阿兄陈立温，阁有一只狗比比。这是幼儿主日学的升级式，时间过了极紧，
6年就过去啊。我上爱的诗歌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自细汉就对阿姊唱。我上爱的活动是圣诞节，希望我会当搁较日帮耶稣关心有需要的人。多谢大家。真后吼，敢用台语徛伫遮，都足厉害。伊的阿母佳琪吼，细汉甲叫明恩，我拢叫我，拢想咧叫我，我举手吼。啊，真恭喜明恩今仔日会当去少年团契，啊，伫遮互甲恩慈的指导下骹，会当继续进步。咱各是赠送礼物。好，OK 好，咱即马来举行奉献吼，咱请咱请迄个。咱教会有准备这个奖状吼，可能嘛有礼物吼，咱可能因为已经离开啊，也是咱会也是会后啦吼，会后再来颁发后啦吼，时间咱可能今无够，吼，咱即马来准备咱的奉献吼，今仔日奉献是。徐玉兰执事跟陈秀玲执事哦。感谢，请咱起立。
请坐。啊，以下报告。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啊，今日嘛是圣家纪念主日吼，咱总会有出版新的圣诗台语版甲华语版，啊嘛有咱手机的 app。那有要买吼，咱会伫公布栏吼啊有会当看。啊，为着推广圣家圣诗的事工吼，咱会当来大道奉献。啊，礼拜咱请咱会当做伙来请安交义，啊到地下一楼做伙来享受爱餐。啊，第二项杜牧师上任相关的报告，咱小等请咱社会书记何中勇长老来报告吼。第三，升旗式吼，拄则无领到迄个这个奖状的小朋友，即摆已经转来啊吼，所以咱即摆甲报一下吼。好，咱请牧师吼来简单甲因勉励一下，啊，请伊起来领奖吼。明恩长老，请小朋友出列吼，来出列。明恩长老真好意，讲邀请我甲遮的小朋友勉励几句啊。啊，我有听到两个重点，勉励几句意思就是毋通讲伤济。啊，勉励部分，我看看咱遮的囡仔的爸母拢足优秀的，阿公阿嬷嘛足优秀的，应该勉励话有可能伫厝里拢听真多啊。所以我想我讲几句为着因祝福的话。啊，期待因伫因求学顶段的路程的中间，不但上帝保守，互因有健康的身体，互因伫学校的学习，哪来哪加天，有上帝的话伫因的心中，互因的一生平安、欢喜、快乐。多谢。林渊米同学哦，李宇陈恩元同学，这找不掉了哈，对。这你看翁云志同学，林凯恩同学。蔡云熙同学，陈宇恩同学，报告第4项吼，音乐分享会，伫咱即礼拜的拜六8月初9吼，下晡3点伫咱教会伫地下室，咱有一个音乐分享会。咱的主题是在基督里找回爱吼。啊，咱教会地下室嘛有新的设备吼，欢迎咱兄弟做伙来参加。啊，伫迄天咱有甲台电申请停车场吼，若赛车的兄弟，咱会当伫即个楼骹，咱会当伫迄个南昌街停车场来停车，啊来参加即个楼骹即个在基督里找回爱的音乐分享会。第5项后礼拜主日是8月初10吼，咱要庆祝父亲节。啊，伫迄天每一个父亲吼，嘛会当领礼物吼，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啊，团契消息吼，昨开始哦，昨今仔日到明仔伫宜兰教会吼，青年团契有生活呀，有12位参加吼，请为因平安来代祷。啊，以下代祷的消息吼，咱也为着南台湾的大雨，啊，甲这灾民来祈祷。啊，
啊，第二咱嘛为着咱教会暑假中逐项的事工吼，敬拜头音乐会，甲咱主要下几样来祈祷吼。啊，为着咱教会中会出外还是病痛的人，咱来祈祷。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吼，报告拄啊绕交一项，就是迄个咱牧师上任，咱请中央长老来讲话。大家平安。我是小会事务中央长老吼。今日真欢喜，咱等真久吼，即个聘募的过程吼，拄啊足1年半啦吼。咱对去年1月开始定即个教会公布的广告开始吼，3摆。煞接有拢照迄个长老教会法规吼规定咱长老教会咧聘募的过程是真慎重，嘛真复杂啦吼。咱即边咱小会员也好，咱会友也拢即边拢有参与着吼。对即个接到即个伊的履历有人介绍了吼，开始审查了派长老落去家己甲即个大牧师吼，有2摆谈话的机会。大牧师后徛的台北，甲牧师娘甲咱教会长老甲中牧师娘也有做阵有做阵来谈话吼。煞接以后来2摆来讲道吼，有2摆咱会记吼。小会接纳了，开始甲即个小会记录，小会接落记录爱摕去中会。中会审查了。准才开始办即个监选吼，咱拢有参加监选吼。监选就是咱会员大会2/3出席2/3通过吼。毋是干那安尼吼，过来佫有足侪手续吼，所以差不多逐礼拜拢有。今仔开始免问啦，来啦吼。逐礼拜1年半，逐礼拜拢有人问我啦，是定是要来吼。即摆来吼，但是即个好酒沉甕底，到即礼拜。甲大牧师约好，伊就是8月初1来报道吼。咱知影吼，他拄啊迄个台岛书有看到，嘉义县做大水，听讲是100年来上大的嘛吼，100年来100年上大的大水吼。伊即个古南教会是伫即个六家乡六角乡吼，嘉义破厝边仔六家。到今仔日咧停班停课，咱可能毋知迄大到啥物程度，差不多拢淹甲死界安尼吼，拢真无说。所以我足紧张咧，我足紧张讲，即个牧师毋知有法度照即个时间来无？因为听讲是尾拄有拜3拄有一个空档，4点钟雨较细迄阵搬迄个拖拉机的搬厝公司拖拉机现在咧，怎冲起来？牧师赛车底后壁怎冲起来台北安尼啦吼。即马听讲即3天佫开始大吼，今仔日嘛昨拢足大，所以足感谢上帝恩典拄付着吼。我是烦恼啦，今仔日若付无着，今仔礼拜早起付无着吼，师会长就爱讲道讲2场啦，伊就爱去讲道啦。我敢若烦恼即个啦，吼。所以总是感谢上帝恩典。我即马咱特别咱正式来介绍吼，大牧师娘来，请牧师娘大家熟悉。好，多谢。好，对。有今仔日嘛是大牧师，伊嘛升级式啦，所以咱有一个名牌，伊个大牧师的名牌，我赠送互你。过来吼，头拄大牧师讲道小讲着吼。咱南门教会，咱礼拜日早起对地学室到6楼，差不多200外个人咧出入，吼。这200外毋是乖乖坐到遮，大家拢走来走去，佫无名牌，拢无迄落。所以你拄着大牧师，毋通干那笑的咧，你自我介绍一下，吼。你讲我就是胡匡瑞，即个我的太太，小熟悉者。迄天嘛有人来有名片的人，你怎摕名片互伊，吼？你毋通干那看牧师安尼怎点头笑咧？你3礼拜也是笑的啦，所以毋免客气，你自我介绍吼，毋免等牧师讲问你你贵姓？你家己大概自介绍一下吼，安尼真紧吼。
啊，过来就是杜牧师，即马咱8月，咱有看到伊正式的即个就任礼拜，迄是中会爱来办的吼。8月17后礼拜的下晡3点半，伫即个所在吼，中会这是有一个真慎重的、真庄严的即个仪式吼。啊，迄天啊，欢迎，迄个是正式的就受职感恩礼拜吼，有一个，咱后礼拜请咱拢来参加。啊，今仔日礼拜了，食饱饭，请咱小会员甲一寡服务组的人要踮6楼，就是迄个要开会吼，迄个8月17迄个流程吼，迄个啊要怎接待来宾吼，拢爱搁上尾搁搭合一下吼。我大牧师的部分我报告到遮，咱搁今仔日。真难得，有另外一个已经就任是叶弘一校长，叶弘一居士吼。那伊是8月1号上任这个马偕医学大学的第1任的校长吼。7月31号伫三芝医学院的这个就任典礼，咱教会圣歌队甲雅音合唱团甲会友有超过50个去参加吼。迄天足感动，伊也讲了足好安尼吼，所以咱南门教会吼，第1个做大学的校长，毋是叶弘毅哦，是隔壁迄个王仁宏教授吼。王仁宏教授，咱读者，伊是捌做台大的法律系主任，尾啊受派去开迄个国立高雄大学第1任校长吼，伊嘛是。国立高雄大学创校的校长吼，咱伫遮已经做礼拜超过50年啦吼，60年啊。王仁宏教授吼，大家也知影一下吼。好，我以上补充报告到遮，多谢。多谢学长了吼，咱即摆来行平安礼。圣诗527首。咱大家来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
事足倒。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开阔咱的境界，佮保守咱圣心灵勇行。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稳定佮疼痛，主耶稣的慈悲佮怜悯，圣实的保守佮引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伫地，对一时一直甲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默祷。